杨碧川出狱了后，伊也是定定封关切。警察2礼拜上门一摆，因为思想活跳，煞互伊持续受到警总20多年的监控。政治单位为了方便监控，甚至伫因兜隔壁买厝，为伊买啥物册，到厝内面的色台格局，全部大大细细互掌控。我感觉讲，因在经济单位做安尼，实在是互人感觉真寒心啊。敢会感觉无爽快啊？既然行这条路，就要承担这种压力。啊，若无计，你就漂皮啊。希望咱后一代的人要拍拼，免受这款艰苦。安尼，阮的父子才有价值。拜六暗时11点，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